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万口35例，5例死亡。指挥中心推估5月11日会有7万外例，嘛有可能会超过10万例。6岁到11岁囡仔会当开始注莫德纳疫苗，也毋过注射率煞无悬。BNT 儿童疫苗5月20日嘛会当开始注。 今仔早起，花莲有农民因为不满农会里干事改选的名单无够透明，去农会抗议。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71例境外病例，本土病例嘛已经超过3万例，有3万035例，有5例死亡。指挥中心嘛宣布讲，未来居家隔离、自主检疫、自主防疫，佮有居家检疫的人快筛阳性，经过医术人员的确定，就等于是确诊咯。另外，大人的 BNT 疫苗佮囡仔的 BNT 哦，5月7号会送来咱台湾，来听指挥中心第部上届新的说明。 我们今天的本土病例达到30035人，那首度破3万那不过它成长率还算好了大概只有5.7。那主要是对于在居家隔离、自主防疫居家检疫的对象，使用家用新型冠状病毒抗原快筛试剂检验阳性，且经医师人员确认，那即为确诊。 我们修订了这个确诊的定义，民众或评估的医师对于快筛结果阳性的结果，如未有共识或有疑义，仍可通知卫生局安排做 PCR 的检验。一个是成人剂型185.7万剂，那航班是5月8号从欧洲起飞，5月9号可以到。基本上这一批的当然就给原来打 BNT 的青少年打他的一个追加剂。那另外一批是儿童剂型的儿童剂型，预定5月12号能够到台湾。辉瑞这是5岁到11岁儿童接种基础剂。 那在死亡的部分5位那其中特别说明一下，20多岁的这位比较年轻的男性，他是有这个脑伤合并有这个慢性的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照护的这个场所里面有发生其他确诊个案的关系。那因为他长期使用呼吸器那这一波里面他是有引起这个肺炎合并呼吸衰竭那也确诊是新冠病毒感染本身他是没有接种疫苗。 因为真侪民众怨叹讲买无快筛试剂，总统蔡文伫民进党中常会是真无欢喜，要求行政部门要赶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早起伫咧反应嘛表示讲，总统确实是真关心嘛希望讲市场的量有够民众通买。卫生福利部嘛推算讲，5月11日一日会有75000外例本土病例，嘛有可能会超过10万例。药房外口排队是排到落长。 快筛检验制实施了后，也是有真侪民众怨叹讲买无快筛试剂。副总统蔡英文伫咧中常会是真生气，要求行政部门都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针对这点，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总统是对这个政策表示关心。他也希望说，在市场能够有一定量，而且是比较方便来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快筛。像国外这是广泛的进口，其实这也是一个来源嘛。如果进来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其他的方式，因为它那个各个的包装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可以多元来供给。那如果弄到大家厂商都心灰意冷，大家都不愿意进，那其实对我们的防疫也不是一件好事情。除了快筛试剂真恶买，试剂采购的争议嘛，正做这阵的焦点。因为初时早起，国民党党团召开记者会，也讲高鼎环球生意有限公司是由资本家200万的小吃店变作是生意公司，来把卫福部快筛试剂标案，这个互特定的厂商有利头通蹭。是你指定他采购1700万剂，你们都不去看看这个公司吗？ 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在紧急需要有这个需要，手头上有这个 EUA 的厂商是大概12家是还10家，我不知道，大概那个家就请他们全部都来，就不应该给他接这个生意啊！我没有给他接啊，怎么会没有？你就核准他了嘛？我怎么去限制谁你不就核准他了吗？他只要是资格够，然后我就说了，他连这个医材商的资格可以啊，医材商的资格是不是能够担负你这样的责任？另外，这礼拜就是母亲节。 因为最近本土疫情确诊人数持续创下新高，而且死亡甲中重症的人数嘛一直在增加。根据卫福部的推估，5月11日新增加发病的人数会达到75244个人，嘛无排除会压悬到102743个人。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表示讲，伊认为讲5月初8以后确诊人数就无啥物意义咯，因为已经超过 PCR 检测量能，到时阵哦，才会是上困难的时阵。我今天早上有做快筛是吧？当然阴性啊，阳性就不用来了吧？因为随后人员确诊，昨昏居家办公的台北市长郭文地，早起家己做快筛是阴性，其实2月接受鼻巡。最近这几天疫情大爆发。连续几日天拢超过1万人确诊，不少议员是真关心台检站还有医疗量能的议题。你要不要现在预言一下，市长？我们的疫情后面再预言一下。没有，我跟你讲哦，后面就不准了。我估计到5月8号以后，我们的确诊数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会超过那个 PCR 的量。后来就那时候就那才是最难的，那纯粹用直觉在做决策。那黑数你的观察会比是现在的多少的比例或几倍？很难预测。我跟你讲哦，我猜了，台北市确诊1万例以上就不准了，所以，但到时候更惨的是，当快筛剂不够的时候，连快筛阳都不准了，所以我们会进入完全看不清的，就是一个用直觉判断。这个疫情无政府的状态，不是有政府了，只是没有什么功能这样。台北市树林北投科技园区实施免道车 PCR 采检，不过也是有真侪不是快筛阳性，或者是无意愿的民众要来做采检。地处采检站大塞车，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目前当地的规划扩大增设。市北客站第2个地方要再设一个，我们也在考虑在南区再设一个。南区就在，比如像文山区，像文山，就文山区各一个。什么时候会开始？正在规划，因为还是要看车来数现在运作的状况，还有接下来的确诊，对，还是医疗量能够。面对疫情愈来愈严重，郭文地讲已经想到上尾一步啊，按算甲防疫急门诊转做是等呼吸道症状急门诊，民众连快筛都免做，若有症状就来现场做快筛，因为民众可能嘛买无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指挥中心公布的本土死亡的个案，有一个是有注3档的疫苗，嘛无慢性病史，才20多岁的女性哦。医师是特别提醒讲，为着 Omicron 唔是拢是轻症，若是会喘、无发烧、心跳变紧，佮有落屎、放尿减少，拢爱特别细腻，就爱赶紧去看医生。20多岁无慢性病史，也做完3期疫苗的少年女性，确诊新冠了后病情真紧，急救无效过身。有医师分析，这个案例显示出Omicron亚型变异株的一寡非典型症状，像过去较少看到的连续老，民众甲临床医师拢爱提高警觉。最近那个腹泻的案例有增多，有些可能还是要警觉，是新冠变异株的一些亚型的感染。虽然说不知道是哪一支亚型，那也可能会在侦测这些序列。医师分析，其实这位20多岁个案是真罕见的案件，民众唔通伤过惊吓，也毋过也爱谨慎来看待Omicron。虽然比武汉株甲德尔塔株Omicron相对较侪是轻症，也毋过绝对袂当看待是一般的感冒。建议轻症伫厝照护民众，爱监测费用，也爱注意，敢是有动静进症的现象。像血压不稳，或是脱水，或是高烧不退、胸闷、胸痛、喘、呼吸困难，或者是这个小便变少、血压不稳的情况下，要特别当心。新冠病毒最需要注意的重症征兆就是心肺功能不全。心肺功能不全的时候，它会引起呼吸急促、呼吸喘，这些症状有的时候可能会被认为是只是比较疲劳的现象，就掉以轻心。感染科医师提醒，像走路会喘，也是胸腔郁闷、面色白，也是心脏皮肤彩，可能就是心肺衰竭的征兆。另外，像爱用力来喘气，加速着空气，无发烧，煞心跳加速，也拢可能会造成休克。确诊民众若讲有类似的症状，一定爱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确诊人数继续咧增加，即马2个市场拢要求讲爱快筛阴性，才会当出入市场。北农是表示，因为之前确诊员工已经倒来上班咯，骹手阁算有够哦。也毋过嘛，真烦恼讲快筛试剂无够，会有确诊者落高去，会阁再造成烧话。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半暝来到北龙一市来看，了解工作人员摕快筛阴性入场的情形。北龙2个果菜批发市场有缘有人员确诊，9、4号中昼一市新增加5个人，2市21个人。为半暝2点开始，2市嘛爱摕快筛阴才会当入场来拍卖。开卖场的要做快筛，那你们的嘞？我们自己本身做快筛啊，麻烦，但是安全啦。你会不会觉得很麻烦？不会啊。为什么？这样大家才健康啊。确诊人数增加，是不是造成人力短欠？北龙表示，经过调度个员工登回工作，表示已经无遐按啊。同仁也康复之后也陆续的都归队，目前整个人力方面已经逐渐稳定。为着要实施快筛阴入场的政策，北市先紧急调度汽车来到1市，后来中央配发补偿，目前会当扩大到2市。不过有所菜农业工会指出，真侪会员根本领袂到汽车。咸菜区啦，还是讲豆菜区啦，近郊菜全面都没有。有生销人指出，目前在针对拍卖相关场合的人员发放汽车，但进入北龙的人数非常多，无到拍卖场就领袂到，就亲像离共一间厝，在检查客厅的人，无检查厨房甲房间内底的人，防烦恼的交叉感染。他只做他想做的，他看他想看的，选择性的筛变成还让这个市场继续营业，但是其实进去跟没有进去还是会交叉。工会嘛怨叹，规个北龙1市范围遮大，但真侪人入去煞领袂到快筛，嘛买袂到快筛，认为上基层的定防疏忽。记者陈立峰、林建辉、曾志成台北报道。教育部提供的70万支的快筛试剂已经送到地方的县市政府了。台中市嘛提到7万支，会阁发予学校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有需要的学校提出名单，就会当领。22箱的快筛试剂，初五透早7点半由货车送入去台中市的中正国小，校方的人员将因放伫健康中心。台中统计到5月初4，高中以下计共有185间学校停课。3天加4天的隔离政策上路了后，快筛试剂的需求大增加。中央分7万份到台中，教育局分送到5间指定的中心学校，请校方来协助分。负责公私立大专院校以下学校、幼儿园，还有课后照顾中心、安亲班教职员工生被匡列为密切接触者，在自主防疫期满之前来确定自己的健康状况。台中市是由5所的学校来作为发放的窗口，那分别有神冈区的神冈国小、沙鹿区的竹林国小、雾峰区的雾峰国小，那北屯区的仁美国小以及西区的中正国小。教育局表示，这届快筛试剂本的对象是校园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高中以下学校学生加幼稚园的幼囡仔1人2分，大学以上的学生加成年人1人3分。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已经请行政院协助，争取到70万份快筛，会送到各县市，随后会继续补充。我们盘整了之后啊，今天也在获取20万剂啊，我们会对于紧急的这些疫情这个确诊数居隔数较高的县市啊，也来给予紧急的资源。台中市府强调，为着让申请的行政流程更较紧的，避免群组感染，有需要的学校会当透过列名单、线顶填单，交由校长甲副校长等因仔确认，会当伫拜一到礼拜透早8点到暗时6点期间，去中心学校的门口口来领快筛。记者综合报道。各县市已经开始帮6岁到11岁囡仔注莫德纳疫苗，也毋过注射率是无介悬。伫5月初9号，会阁有一批儿童的 BNT 疫苗送来台湾。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5月20应该会当开始注 BNT 的儿童疫苗哦，家长会当会加一种选择。指挥中心佮县市政府拢强调讲会尊重家长的决定，无要伫学校注，未来随时想要注射，嘛是拢会当去病院还是诊所注。台北市信义国小的人员透早就无用试试，这是台北市头一间甲6岁至11岁学生注莫德纳疫苗的示范学校。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嘛去视察，学校整体注射的流程拢规划甲真周至。毋过800多个学生内底，敢若有179个学生愿意伫咧学校注疫苗，敢若有22%的注射率。
嘛，互伊感觉比例算真低。我们已经调查回来的50所学校当中，有意愿要在校接种的，大概29%左右。所以我们启动了，像今天在校接种，那还有4%，他们想到医院去接种。所以我们也正式的跟11家医院已经都讨论好了，从下周一5月9号开始，陆续他们就会成立儿童的疫苗接种门诊。拜四头一天开始注射的花莲县，嘛有同款的情形，规个县的学生注射意愿敢若有23.4%。花莲卫生局表示，虽然注疫苗的人数少，不过要是照原本定的日期来注射。因为台南市目前有意愿注疫苗的学生，敢若有3成6。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因为注射率无悬，会尊重家长的决定，不过嘛持续来沟通。但是我觉得样本数参考值样本数参考太少哈。说莫德纳的副作用会比较显著一点，所以我选择会再稍微等一下，等 BNT 开放之后，让小朋友去施打 BNT， 然后希望它的副作用可以少一点。包括莫德纳，包括 BNT 都有拥护者，也有这个不喜欢的人。到底哪一种好？就尊重家长。坦白讲，应该是有36%左右。初步我们还会持续请老师，还有请医护人员，请校护加强跟家长沟通。虽然国内疫情加悬，而且透到校园去，真侪家长也是伫咧观察当中。各县市嘛强调讲，若是未来意愿有改变，拢会当去医疗因素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防COVID爱居家隔离的学生也是真侪哦，也毋过有学生就反映讲，已经完成居家隔离咯，佮还未摕到居家隔离单，嘛无摕到快筛试剂哦。有学校是讲哦，因拢特别变做是卫生所咯，爱开居家隔离单，佮爱做一条，佮爱准备快筛试剂，佮有关怀包哦，是真无用。各校的校长甲主任亲像变做柜台人员，当咧分快筛试剂予当地隔离的学生的家长。会议室内底，阁有几落的教职员当咧分装快筛试剂，现场看起来袂输是小型的加工场。自己买夹链带一些小工具，然后呢，行政的老师全部撒下来。要予居家隔离的学生会当赶紧摕到快筛试剂，边仔阁有一包一包的关怀包，前一天已经传好势，下晡爱阁继续准备。随着班级陆续停课，那这个工作目前就一直没有办法停下来。有国校的校长表示，即摆防疫工作强要是学校总包，一条的电子档案，开隔离的通知单，送关怀包，逐礼拜上无爱关怀隔离甲较近的学生一届。非教学的事情，包括去分装分类，去变成是 Uber 要送东西，其实对于学校来讲都是非常大的困扰。有的县市也是由地方的卫生局甲民政局负责主要的工作，不过居家隔离的人数增加，行政的骹手无够，有的学生已经隔离煞，也未摕到快筛试剂。今天50万剂，昨天20万剂的部分会来从学校端来做发放，但是如何来做发放，会不会未来跟这个卫生局所相关的部分呢有做重叠，其实也不清楚。时代力量认为讲，要甲病毒共存这个大战略若是无改变，政府就要提出予学生会当维持正常活动、减少染病的方案。譬如讲，师生逐礼拜定期快筛，若无停课，搁复课，安尼一直循环，只会予学校乱吵吵。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央1922的防疫专线是真歹卡会通，桃园1999的市民专线一天上侪会接到2700多通的电话哦。因为上侪人拢在卡，一个月有超过4000通的电话是应付袂来。新冠疫情大爆发，民众卡1922卫生局卫生所电话拢卡袂入去，桃园市1999专线嘛拢规个断线，甚至讲一天有2700多通。议员问讲会当增加1999，毋若是防疫的总机，嘛爱增加疫情的资讯来分担卫生局的重担。桃园的疫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很多人电话打都打不进去，增加人手也好，设立 APP 也好，希望1999赶快解决民怨的问题。民众多半会问：我被居隔了怎么办？我是接触者怎么办？我没有拿到居隔通知单要怎么办？虽然1999市民专线它是委外单位，但是应该要有基本的教育训练跟防疫政策常识。
根据研考会统计，1999的市民服务专线伫个4月比去年平均一个月22000通加挖要1万通，大部分拢是咧问甲疫情有关的代志，互26个接电话的人来接听。不过因为满线，所以造成3969通去漏交掉。那在整个4月份呢，大概有近9000通是咨询关于疫情的案件，例如居隔单啊，或者是防疫包啊，或者是去哪里施打疫苗等等的这些工作事项。研考会表示讲，1999专线原则上是处理通案性的咨询，若是拄到个案性的问题，有牵涉到时效程度的通报给关职单位。针对别线漏交无接到的问题，除了讲会调整通报流程，还佫会随时反映民众的需求，要求厂商派人加班。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23号，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罢免案投票，向罢免的立委陈碧惠服务处的执行长吕武丁，伫面册呼吁民众爱去监票哦。后来选委会认定讲，这违反选罢法，罚50万。今仔日武丁向台中市选委会提出诉愿。在我们的合法监票的这个po文当中，我们完全没有提到跟罢免有相关的字眼，而且我们也没有针对特定的立场，我们更没有去煽动大家要去投票哈，而是因为罢免的当天，我们其实可以在场外看到很多的状况。台中市选委会以我这一篇po文是违反选罢法这样子的这个法源依据来对我进行裁罚，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收到书院书会按照规定来这个程序来处理。好。李武丁今仔日前立委陈碧惠佮部分民代的陪同去台中市选委会交诉愿书。李武丁是表示讲，这个裁罚那亲像是政治对杀，嘛呼吁台中市政府该要求选委会赶紧来处理。台中市选委会是表示会依照听书来处理。再来看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早起伫立法院质询，有委员问部长讲国军佮后备军人的防疫的问题，部长是强调讲防疫就是作战哦，就算有9条人员为着病，教育调级嘛阁会继续。邱国正嘛证实讲，目前有几件美国的军购案，亲像是星宇3号反舰机，就因为计数上过悬，暂停采购。另外，刺针飞弹嘛因为战争哦，所以会延期。疫情正严重，国军要安怎来应变？特别是假使讲，若是有后备军人去画着，是毋是都爱随地营改掉，也是讲全面停掉？国防部长邱国正伫初5去立法院国防委员会质询，伊强调讲，防疫就亲像咧作战，无考虑会停掉。疫情逐渐升温嘛，那有没有一种考量说，如果在教召里面有多少人阳性之后，有整体停召？防疫我把它当作战来看，作战的话会有伤损。但我们就讲伤损的话，我们就要采取一些手段，譬如说兵员的补充。我目前并没有打算要停。立委嘛关心几落件军售案的进展。邱国正伊嘛证实讲，星英3号的反舰机案，因为这个计数伤过头悬，超过能力的范围就来停止。也若针对飞弹案，因为俄乌战争，地书才来去前掉。川普答应的军售，为什么到拜登的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变化？你们可能要去了解。国防部不会不在乎，该要我们得到了，该要我们已经签好约的，我们就极力来力争。你要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国安高层，这不是你国防部单方面，这还涉及到外交部门应该出面。另外有传出讲，友善台湾的美国参议员卢比欧，伊有提出一部对台湾促进和平的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莫阁限制卖武器予台湾，只是讲这个防卫性质尔。若对这件代志，邱国正表示讲，伊感觉卢比欧伊无安讲甲遮尔清楚，不二个嘛强调讲，建军备战是国军的本分工课，任何对建军有利的拢真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病业团队成功研发出长病毒71型的疫苗，最近跨国第3期的临床试验已经证实讲这疫苗有保护力，嘛真安全。过来上紧可能伫年底会当取得许可证，提供2个月到6岁幼囡仔注2档到3档的疫苗，避免去喂到长病毒。那即使国外都已经有同样的产品已经上市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利基哈，我们做出跟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让我们的产品具有竞争性哦。那将来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可以从2个月开始打，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我们是期待这个疫苗能够早点上市哈，然后能够让国内的儿童来使用。那也希望这个疫苗能够申请到越南啊，或是别的东南亚国家的许可证，
让东南亚的儿童也可以使用，甚至大陆的儿童都可以使用。台大病院表示讲，这安婴仔甲幼囡仔的肠仔病毒71型重症的疫苗，伫今年的4月12日，成果是已经看伫国际上正出名的刺络针杂志哦。台大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明是表示讲，这应该是咱台湾头一届独立来完成1期到3期的疫苗开发，上紧今年底会当来取得咱台湾上市的许可证。来看最近地方里长的电话是接袂离哦。台北市就有里长讲，因为民众快筛阳性，也毋过1922拢卡袂通，所以因就拢直接去找里长来处理，互里长压力是真大。有一寡里长做伙开记者会，呼吁讲，应该爱一礼拜提供2个快筛试剂，互里长、清洁队员甲警察。喂，礼拜公处您好。哦，是，现在因为1922都很忙线中，那但是。伫办公室内底的人无用咧接电话，最近确诊的人数一直咧升悬，有真侪民众因为中央1922系统伊卡袂入去，过来让里长斗3工，甚至讲直接去你办公室，安尼这个你办公室烧话风险加真悬，里长感觉压力真大，希望讲会当提供快筛剂予基层来用。我早上要出门的时候，也有里民跑来直接找我到你办公室说：“里长，我2条线怎么办？2条线就确诊嘛，一直打电话打所有地方都没有办法，他们都是冲你办公室。现在所有你办公室是最危险的地方，可是我们连一个快筛剂1剂都没有。”台北市里长总联谊会和市议员召开记者会，呼吁讲，即马快筛剂真好咧买会到，希望讲基层第一线的里长，啊，佮有清洁队员和警察，因1礼拜上嘛爱快筛2遍，安尼才会法度来确保安全。每一个人里长连回家都不敢，那是不是台北市政府应该要求中央给我们快筛剂？因为厂商目前一剂也难求，但是我们会用其他的方式继续去寻找。警政署长陈家钦伫个初时暗时啊 ，PCR 阳性确诊，不过伊的健康状况真好，无明显的症头，即马当伫个隔离。对这个警察快筛剂是毋是有够额？台北市警察局回应讲，进前已经有先买2000剂，最近还佫得到3000剂，会来甲分配予同仁使用。嘛会刷咧来争取，通确保特勤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是命这快筛试剂上路，也毋过民众就发现讲，虽然快筛地图有显示讲部分药局佫有货哦，也毋过嘛是拢买无。高雄市药师公会是解释讲，因为送货时间无一定，所以有当时啊民众会买无加走一抓。这款的讲法，互邮局工会是真不满哦。也毋过药师公会是强调讲，因绝对无怪邮差的意思。开门无偌久，已经一堆人来排队买快筛，有民众走了第3间才买到。就是有看到有一点点数量啊，跑去那边的时候已经卖完了。那另外一间是有数量，可是去那边他贴公告已经没有了。第3家。快筛是命侪上路以来，定出给民众排队说可能买无的状况。高雄市药师公会接到真侪基层来反映，快筛剂送到的时间无一定，有时阵会互民众加走。但这个言论引发着台湾邮政产业工会不满，认为会害邮政的基层，互民众误会送物件送收慢。且高雄市药师公会就要公开向邮政人员回释嘞。事实上，对我们同仁的这个工作士气都受到一些影响哈。那事实上，我想这个责任并不是我们中华邮政哈，是这个员工来承担哈。我们真的说实在的有困难，因为我们不是只有送这个快筛试剂，还有很多的东西。邮局表示，物资要运送，也是需要客人，基层无暝无日来送货，无应该去防质疑配送的速度收过慢。嘛为5号开始原定1间药局配送1天的量，改做2天的量，但是要到何时，搁要讨论。我从来没有对任何的防疫团队去做批评的动作，事实上就是有，那当然我也知道他们已经很认真、很努力在配送了，那我也跟会员一直交代说，大家忍耐，是不是贩卖的时间把它调整一下。高雄市药师公会今来澄清讲，当初只是讲到有基层反映，这个快筛剂送到邮局的时间无一定，才会有当时民众看到有量，但是搁买无，绝对无要质疑着医务人员的意思，嘛认同因真辛苦。而邮局改做1届会当送2天的剂量，嘛会当解决着送到邮局时间无同步的状况。记者王刘婷丹、hen坤强报道。
以前军甲政府按什么成立外省国家队哦，也毋过立委就批评讲根本就拢无相关的配套，嘛讲外省平台甲外省员到底是啥物关系，到呾佫无啥哦。今年已经开始报税咯，因讲外省员只会当以其他所得，还是执行业务的所得来申报，会减少20万免税扣除额，这对外省员来讲哦是真无公平。外送国家队，保障要到位。外省平台服务产业工会批评政府，敢若会巧化外省国家队的口号，不过实际上的配套煞无够周知，就连上基本的所得税申报拢跳票。可是我们看到还是9.2，显见国税局Uber Eats 两边，它都是违反去年公开在媒体上的承诺。工会表示，去年政府答应讲外省员今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会以5项薪水所得来算。结果要是有外省平台无照品照行，有不少外省人员所得的申报单是以92其他所得或者是执行业务所得来算，免税额扣度就差20万起啊。那可能有错，92、91不对哦，所以他这种报酬是属于劳务所得、薪资所得，这样可能他扣缴的一个所得类别是错误的，我们再请所在地的国税局来处理。另外有医检人员出面指控讲，因为最近本土疫情爆发，真侪医检师平均的工时超过12点钟，甚至少数的个案工时要到21点钟，唔但严重过劳，就连法定贴嘛无够合理。医检师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是以检验相关人员去做1支1000块，这样子给医院有很大的空间去做模糊然后分配的地方，以至于说呢，很多医院都把原本应该要给检验科的津贴呢，或者是奖励呢，又分给了其他已经原本就有奖励的医师人员。就是医检师他不但人力过劳，然后还要被因为绩效没有达到的关系，所以就被砍了奖励，造成一个双重的打击。医检署表示，最近每一天的医检量差不多是500件，不过卡手有限，差不多每一天拢超时做工课，呼吁政府研究人力备援的计划，等待无开业的医检人员建立 PCR 国家队。记者综合报道。婚礼员无党籍大西乡长林慧英甲伊翁婿丁文彬哦，涉嫌收利润业者680万的乌钱，暂获婚礼地检署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起诉，法院裁定乡长甲伊翁2个人是拢以150万交保。今年3月7日，婚礼地检署指挥中华婚礼调查站的人员去婚礼员无党籍大西乡长林婚英阿某因的徛假告办公室搜查。经过调查，林婚英阿某涉嫌甲绿能业者收乌西钱680万，测试警察终结。台西乡乡长负责总理台西乡所有乡镇业务及指挥监督台西乡公所之员工及机关相关的权限，为被告却授权其先生及被告丁贤行使乡长之权。婚礼地检署表示，乡长林婚英甲乌车路许可牵电缆租用，通行林大道路的款项，收款予因翁丁文彬来审核。绿能业者为着让申请案会当顺利通过，透过姓林的中人牵线乌西。5月4日，侦查终结，对被告乡长夫妇及白手套3人依贪污治罪条例之收贿罪，厂商等人依共犯贪污治罪条例之行贿罪起诉。婚礼地检署经过2个月侦查终结，以贪污治罪条例行贿受贿罪起诉丁文彬、林婚英翁仔某等5个人。也那在押林婚英翁仔某一审婚礼地方法院，法官开庭了后，2个人拢以150万交保。记者综报道。依然头城公所编5800万的预算，按什么互民众1人2000块来刺激消费，也毋过目前代表是有无共款的意见。有人是认为讲无应该安尼浪费公家的预算，若需要补助，嘛应该爱补助互真正有需要的人。补发2000块要照顾所有头城市民，刺激地方社会经济活动。头城镇公所建议编列5800万预算，补发予专定28500人，每人2000块的纾困金，希望会当振兴地方经济，搁帮助弱势。镇公所宣布将向代表会提案，制定自治法规护专案无法律依据，毋望代表会支持，民众也多数支持，也毋过烦恼公所财政。即摆疫情安尼啦，大家拢嘿啊，刺激无工课啊。啊，2000块袂歹。对啊，袂歹啊。低层那个
生活就会进步。当然，如果财政可以的话，是非常好。另外，电讯代表有一寡人表示支持，甚至画出增加，只还2000块无够。也有代表反对这套式的补助即期电工所提出政策，代表会进前完全唔知影，被迫背书，也即期补助政策的财源倒对地带。未来若疫情2号还未宣布停办的下季头城银龙、甲福兴人固定大型活动经费感会受到影响无法度办，当时选举年，政策也有买票嫌疑。那现在公所接下来这些东西，可能都要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通盘的一个说明啊，那才不至于会影响到警察们其他原本既定的编列的预算当中不会被排挤。当政者本来就是要苦民所苦，对于民众所需求的东西就来做，不要有其他的政治的一个联想。面对这期，头前电工所讲政策财源无问题，也甲政治无关，全国也有真侪乡镇做类似的政策。中央去年法国会馆也拢是破发2000是单纯因为疫情冲击，苦民所苦，希望会当振兴经济。电工所会积极甲代表会沟通，毋忙低调进度，让政策顺利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早起有一寡华人的农民去公方农会抗议哦，因针对农会理监事改选的名单无够公开透明来表达不满哦。嘛，原住民农民是指控讲，因要申请贷款，却拢一直互农会刁难，认为农会问题是真多。为了表达对公方农会这摆理监事改选的不满，我百回光复乡农民前往农会大楼前，由布条啊抗议，大家无法度接受为安怎选举前只收到通知单，也毋过理监事名单安怎产生完全无交代，没有公告又没有登报，所以一些农民真正的农民还有会员，他们都不晓得他们的里监事会代表还有组长都是那几个人在轮替。此外，原住民农民更加指控，光复乡多数是原住民，为安怎原民理监事设施煞无一半，而且农会推派的原住民理监事年纪大到无法度工作，要有就是连原住民贷款拢要刁难。借钱借不到，融资得不到，原住民的融资不能在光复农会融资。原住民现在比例只有2个，这2个席位是怎样？是配的。光复农会是提出澄清，改善规则一切按照全国农会改善作业办理。法规上规定就是门首公告张贴，里监事的部分，它一定要有农地实际从农等等的相关的规定啊，这要逐一审查，审查完了我们送县政府核备。因为双方无交接，抗议代表表示，农会若讲无回应改革相关诉求，将扩大抗争发动农民到农会前等技能。对此，农会强调，9席理监事中已经有3席是原住民。而且一直拢有办理原住民家里专案贷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市的治本湿地，之前因为供电的开发案吵吵闹闹，最后开发案是取消哦。最近又有人要去遐乌黄金，互部落的民众是真不满哦。也毋过民众申请乌黄金的期限，今仔是最后一天咯，目前哦是阁还未学到。传说当中，卑南族卡塔底部部落传统领域治本染地涂骹底。有日本时代，日本人摕袂复杂造2栋黄金，即马怪树已经乌到涂骹底13公尺深，那个乌厝哪像早就有人来乌黄金，留落来一寡物件，包括插头壳、长期的阿鲁米推，还有头盔，或者有黄金的传说，哪像有影是真的。来不及撤走，因为听说当时他们是用徒手开挖，然后土石又掉下来，可能疑似被埋了半身，然后后来被救出来。即马怪手会当来遮学，是因为有民众摕到地下探测有黄金反应的科学证据，向国有财产署申请同意会当学。3月份开始学，就去予卑南族卡塔底部部落以这项开发无事先得到部落咨询同意来抗议。这个期间2届停工来协商。来学的民众提出回馈5趴的所得，要来予部落，不过嘛是等无部落来签约。即马初5也就是学的上尾期限就要到啊，这2天有继续学，不过也是予部落抗议。咨商程序，然后让部落同意了，我们再进行以下的动作，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昨天5月4号，我5月5号就停止了，我那个合约就停止了。你们是故意用这个手段来让我延迟工期，让我的合约过期。来学黄金的民众讲，从申请到开始学已经开300多万起啊，是有得到政府的同意合法来学的，嘛是为着实现老朋友，望着因老爸讲，才有创黄金的愿望。不过到目前为止是还未学到黄金，因若部落对这件学黄金的同意许可，嘛准备要来向县府甲国产署提告，伊认为安尼是违反原住民基本法。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联准会宣布讲要搁再升利息，这届是要升2码，这嘛是最近22档来升上济一届哦。望讲会当来控制通货膨胀。另外，美国第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是8.5%，这嘛是40档来的上悬。联准会主席鲍尔是表示，升利息目的就是希望会当来稳定物价。美国联准会结束2天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利率会议 （FOMC） 决定要升息2码，将利率调升到0.75%到1%之间，并且会伫咧6月开始缩表，也就是将货币政策缩延。Inflation is much too high, and we understand the hardship it is causing, and we're moving expeditiously to bring it back down. The labor market is extremely tight, and inflation is much too high. Against this backdrop, today the FOMC raised its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a half percentage point and anticipates that ongoing increases in the target rat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will be appropriate. FOMC 委员会伫随时投票同意升息，来控制创40年新高的通膨，也讲从1981年12月以来新高的美国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8.5%。不过鲍尔也讲 ，FOMC 无考虑升息3码，未来几场例行会议应该维持升息2码。市场分析师认为，美金可能会得到正强的反弹动力，升息无一定会互经济衰退。Our economists are not projecting recession at this point. While we do think that the second reading of first quarter GDP will actually come in a little bit weaker than the first one, but we do expect the second through fourth quarters of this year to post GDP increases of more than 3% each. So right now we are not looking for 2 successive quarters of GDP declines. 联准会公布要升息，也强调无啥可能的强升。美国股市伫咧随时开盘有起有跌，不过尾盘反弹了，大幅度收悬，中场三大指数的起盘伫咧2.81%到3.19%。公司新闻郑伟林、吴其昌编辑。来看美国因为为着病毒死亡的人数，伫要超过100万人咯，这嘛是全球上侪人死亡的国家哦。美国国务院伫初四宣布讲，国务卿布林肯的 PCR 是阳性，算是轻症，会先居家隔离，远距离办公。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又搁宣布讲，即马搁有2款新的 Omicron R 型的变种病毒。美国从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经过2年外的时间，死亡人数已经达到99万外人。另外有超过8160万人确诊，伫这2项拢是伫全球排头坎。也若全球死亡人数第2多是巴西，有66万人。不如和美国的染疫死亡率是伫全球排第18，第1名是秘鲁。美国伫过去27个月以来，有真侪人因为感染病毒煞来无命，民众真惊吓，医护人员嘛感觉唔敢相信。There's no visitors in the hospital. You can't go to the waiting room and wait. So we literally just take their loved ones, and oftentimes we know that they will never see them again alive. 加在新冠疫苗预防车主甲真普遍。根据美国 CDC 的数据，2021年4月至12月中间，就有8成的人因为无注疫苗来无命，一直到今年2月，无注疫苗的死亡风险是有住的人的20倍悬。伫过去，美国最近28天来，逐天拢有4万外人感染到，有约400人死亡。上新的消息是，国务院伫初四宣布，国务卿布林肯伊的 PCR 检测是阳性。Secretary Blinken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The good news is that he is fully vaccinated, he is boosted, he is experiencing only mild symptoms. He will quarantine at home, he will follow CDC guidelines. He's not seen the president in several days, and he is not considered a close contact. 也若伫南非的实验室有发现到2个新的 Omicron R 型变种病毒 BA4 甲 BA5，因会当来闪开早期画到含疫苗产生的抗体，恐惊会引起另外一波大流行。It's too soon to know whether this new subvariant can cause more severe disease than other Omicron subvariants. But early data suggest vaccination remains protective against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美国的病毒专家表示讲，根据分析发现到
别若让4个月至6个月就会出现一波疫情的关风，所以讲估计美国的南部各州伫今年热人会出现确诊者会加真侪，也若北部各州伫寒冷的时阵会出现疫情的关风。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全球最近第20个国家有300件儿童肝炎的病例，佮找无原因。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讲有一个死亡，嘛开始展开调查哦。另外，英国媒体嘛指出讲，印尼伫初3嘛有3个囡仔因为肝炎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儿童心肺肝炎伫全球20个国家发现亲像相关的病例约300例。当局已经针对这个伫英国发现到，即马伫欧洲、美洲、西太平洋也有东南亚地区发现不明的肝炎做调查。Habíamos reportado que desde el 5 de abril del 2022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 la Salud fue notificada a través del Reglamento Sanitario Internacional de estos casos de hepatitis aguda grave de etiología desconocida。这种不明肝炎第一个案例是伫苏格兰出现，病患是10岁以下的儿童。即马英国有超过140件相关的病例咧做调查，就算有10个囡仔需要换肝，不过大部分拢是肝炎轻症的。囡仔打开始会吐、落瀉，而且出现黄疸。初步了解，不明肝炎甲一种常常看到的腺病毒有关。伫新冠病毒疫情的期间，腺病毒降到上低的水准，即马佫伫囡仔身上出现，使倒头腿。Las causas más frecuentes, digamos, de hepatitis, que son los virus de las hepatitis, el A, el B, el C, el E y el D, han sido excluidos después de las pruebas de laboratorio. Y que se están realizando más investigaciones。就算伫英国确诊肝炎的囡仔内底，发现到上接看到腺病毒的原体，这个囡仔的血内底有1/4发现到特殊类型的腺病毒 F41。美国有9个囡仔肝炎嘛出现 F41。英国健康官员认为讲，伫新冠病毒疫情的期间，大家较少出去，囡仔无机会接触到一般的病毒，伫进前无感染过，即马当咧经历。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还阁无清楚肝炎是咧增加，还是对这种通常袂妨发现到的疾病认知有所提悬。印尼有3个囡仔伫最近因为肝炎死亡，相关单位当咧调查原因，是毋是甲这个不明肝炎有关？专家讲，这个囡仔治疗肠道的疾病常常看到，不过假使若是出现黄疸，安尼就要随去予医生看。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过来的消息，咱过来看伫婚礼的庄卡，有一寡艺文人士应该给出钱出来办免费的音乐、舞蹈等等的课程哦，互囡仔会当来学习这个才艺，那么做伙来了解。民众学本萨克斯风，学生一步一步来学国际标准舞。伫都市若要学才艺是真方便，毋过伫婚礼的庄卡，艺术教育的资源较欠，找无老师教，嘛无所在通好学。为着要改善这个状况，四游有一个少年人教厝内的人做伙经营石头厝，要甲这变成推广艺文的据点。因为在管乐当中来讲，萨克斯风是比较好入门的。刚好我们家有场地，地方上也有，就是同样朋友也有兴趣，那就大家一起揪起来，一起来学。为着要互庄卡囡仔体验国际标准舞的趣味，舞蹈老师蔡秀慧嘛特别转来婚林，伫北港、四湖、麦寮办免费的课程，希望会使伫家己的故乡培养出学舞歌手。我来云林县，我真的讲没有看到人家在教这个儿童班，国标真的很贵，艺术的东西非常的贵。那有没有机会我在云林也培养出我的在地、我的故乡的学生，能够代表台湾去参赛呢？这是我的愿望。除了私人的课程，麦寮图书馆嘛透过推广阅读的方式来办免费的插花、家纸等等的课程，提升乡内的艺文气氛。来借阅10本书就可以享有这个报名的资格。我一直希望能够说把阅读这一块带到每一个地方，让我们孩子们能够从小开始阅读，让每个孩子也都能够学习。虽然庄卡的艺文活动比都市佫较欠，不过经过真侪人的打拼，主动提供资源给偏乡地区，目的就是要减少庄卡甲都市的差别，互婚林者的居民会当佫较方便来学才艺。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中台里的应用国小，去年发放每一个学生一个人一个钱筒啊。经过一冬哦，真侪囡仔的钱筒啊，拢已经甲伊饲甲饱饱咯。有袂少学生哦，佮因的钱筒啊管出来，要捐予台中特殊教育学校。这囡仔爱心哦，是真使人感动。台中台里应用国小的囡仔，大家人手里拢掠一只猪公，看出来这寡钱筒啊已经落满银角啊。这拢是这寡囡仔一年来打拼欠落来的。原来因即马当咧排队，要把这寡钱捐予台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我想要帮助特殊学校里面的身心障碍的学生，我相信他们会用这些爱心捐款，还有要把更多的爱传出去。这寡提供是去年家长会送予囡仔的礼物，目的是毋望囡仔有欠钱。好天成绩好来年的观念，但即阵佫配合送爱心的活动，要互囡仔了解甲爱传出去的意义。除了捐提供的活动，学校嘛举办市啊，互学生伫咧走廊摆档，甲家己已经用袂到的物件，替因找到新的主人。不只是金钱上的，那我们的孩子学习到这些技能以后，将来能够好好的有一个好的发展。那这个爱心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这个娃娃，还有这个小熊，玩具洗衣机拉拉熊。还有卖出去吗？有卖出去。一寡囡仔兄囡仔姐拢算甲真欢喜，若找到家己介意的物件，阁会当帮助别人。其实这届活动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毋望学生学晓珍惜家己的物件，若是有能力，嘛会当甲爱传出去。记者综合报道。等个巴西举办的听众奥运，咱国代表团伫羽球团体赛拍入去4强哦，所以后来是以1比3输予印度队，无法度争取冠军。也毋过咱最后是拍败韩国队，摕到铜牌。本来讲说输了也没有关系，就放开来打就好了。把它当做这一次的经验，但这一次表现得非常好，也打得很好，就蛮开心的。蛮兴奋的，因为毕竟这次阵容没有那么齐啊，然后再加上主力有点失常，所以就尽可能去把我该做的把它做好。咱国甲韩国队拼铜牌哦，最后咱国代表队是以3比2拍败韩国队，摕到一面铜牌。所来羽球的个人比赛就要开始比咯，那么做伙各位选手来加油。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